好，那我们在敬拜以前，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非常的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因你的十字架救赎了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最大的任务，最大的就是要来荣耀你，我们都要来荣耀你，因为你就是那伟大的神，你就是那无价之宝。我们将我们今天的敬拜献上为祭，全部献上给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这些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邀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，这里有荣耀，这里荣耀大大充满，一起来拍手。
慈爱的上帝。让我们在这时候，我们静下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一起来敬拜他。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，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，不是以为我实力才能，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。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用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，赞美你
亲爱的主，